阿曼哥，我到处找你，司令部派人来接你，10万火急，快走吧。会是什么事儿啊？本司令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哎，阿曼，帽子。哎，再见，大婶儿。出来！我带你去后面有门，轻点。海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的伤还没好。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，那2个人是北山的土匪。不要胡说，我是民族军的中尉排长。你要是不说真话，我告诉卡米拉阿姨。我求求你，海伊如果你想让我妈妈多活几天，这件事就不要告诉她。我是个男子汉，我做事，我承担。不要告诉妈妈我回来过，明天下午我回来看她，你要相信我。要相信他？难道我不该怀疑他？是我错怪他了。他已经闯进了我的生活，我无法磨去他对我表示的爱情。为他，我也已经坐立不安了。阿曼，直说了吧。这些日子，我们经常不在一起，我感到很不了解你。听说海伊你心情不好，他的父母都死在北山土匪手里，你要多安慰他才好。哼，这些嘛，大概不需要尊敬的连长来教导。目前斗争十分复杂，我们队伍中个别不安定分子受土匪的收买，叛变革命的情况时有发生。所以我劝你交朋友要特别小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哈曼，我是为你好，也是为你和海伊尼着想。我知道你爱着海伊尼，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。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像亲兄弟，有事不该瞒我。哼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全是魔鬼的咒语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不要像一条毒蛇似的缠着我，连长。我现在不是以连长的身份跟你谈话，而是你从小的朋友，你真正的朋友。那些北山的匪徒们的阴谋诡计，枪杀百姓的罪恶，你不知道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要是不交代问题，悔过自新，那么你是要被处决的，听见没有？
我这把刀子也不只是用来宰羊的。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海你。阿曼，把你刀子收起来，收起来！阿曼哥，卡米拉大婶晕过去了。啊！斯堪德尔连长。啊，海伊尼，进来吧。这是卡米拉阿姨送给你的，叫你路上吃的。啊，谢谢他老人家。阿曼昨天晚上走了，看样子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我要尽快赶回去。形势越来越